来继续来看高雄市一个19岁受伤者，伊的腰子先天发育不良，身高只有123公分，体重27公斤，这规个身形就袂输是囡仔同款，敢若会当来挂儿童喙安。但是政府有规定，16岁以下的健保卡才会当买儿童的喙安，19岁受伤者买袂到，真苦恼，拢唔敢来出门。伊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针对像伊即款的患者。 提供协助。19岁受伤者挂大人的喙暗，家己拢想要笑，脚较悬的过面拢炸掉咧，脚较落来小看，嘛是挂袂好势。它太大会怎样？会戳到眼睛啊！伊的面细仔个啊，这大人的喙暗真正无适合。 鼻啊、喙血两边拢袂擘，还佫有芳。受伤者因为先天性的腰子病影响发育，身高只有123公分，体重27公斤，就亲像幼稚园大班的囡仔。对伊来讲，囡仔喙暗才适合。是说去医院领，可是去医院，因为我1个月只会回诊1次，然后他们就只给我回诊口罩的量，就是1个或者是2个。 政府的规定，予伊无法度买囡仔的喙暗，这段期间想要坐稳公车拢袂使，因为无喙暗唔敢出门。坐公车的权利都没有了，因为现在坐公车几乎都要戴口罩。之前海军团就敢对于疫情爆发，伊就住伫左营区附近，伊真惊。特殊病人的资料直接抓出来，然后直接记名这样。 第四个个案买喙暗是毋是有解决的方案？询问高市卫生局表示，目前已经咧了解，会针对这类少数个案提供协助。